相信啊，這燒熱的天氣繼續，熱傷害的人數統計啊，全台灣到即擺已經235個人啊。所以真儕人咧講啊，加啉寡水哦，但是會記得啉水是啉無糖的哦。你若是講啉這個飲料吼，即擺大家真生驚去買飲料，內底有糖分啊，顛倒啉落去，加速你體內水分的失去。所以咧，人講啊，日頭赤夜夜，你若啉含糖的飲料，可能愛你的命。天氣熱甲親像火燒煲，水會當轉到盡量轉，才5月份爾。台北市內湖昨就已經衝到38度8。市政府頭一擺啟動熱浪的預警，機制出動噴水車，互路面降溫。也毋過到過長工，台北市早起10點外，這個大路已經熱甲會出現，這個騎烏托邦的人真正強要米無路。在花蓮11點的時，溫度已經升到37度9。放輕鬆，慢慢吸氣，好。這麼好熱傷害人數有加無減，依照衛生部統計，到5月26為止，總共有235人次因為熱傷害送醫。今日日頭，議員正督將台灣行家賣出一粒紅色限值，中央氣象署發布台南屏東紅色燈號，氣溫38度以上持續3天。北北基中華雲林嘉義縣市花蓮台東是柑仔色燈號，台東有火燒風。這在大台北盆地、中南部的內陸近山區以及花東縱谷，有機會出現局部37度以上的高溫。在星期五會有一道鋒面通過台灣，各地的天氣會變得比較不穩定。講若要消除積水焦，愛補充水分，也毋過毋是啉甜的飲料，因為咱的血內底糖分也傷懸，油脂為了排出解出來糖分。會較夠熱，安尼會帶走水分，愈啉會愈喙焦。身體一旦啊脫水、流汗、散熱會較歹，安尼較夠掉沙，甚至器官會敗去。總共一句，拄着這款遮熱的天氣，千萬毋通驚訝，愛補充水分，會當的話盡量賣出門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